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大美中國嘅導遊冰淇淋。我發覺好多朋友去到廈門玩咧，淨係只識得去鼓浪嶼，咁真係走寶啦。今次冰淇淋同大家推介一條廈門全新玩法，雙高鐵4天，團費399，唔單止可以了解到當地嘅閩南文化，仲可以睇到大型嘅歌舞表演，食學玩樂樣樣安排妥當。咁跟我嘅鏡頭睇睇。朝早我哋喺福田口岸集合，然後去到深圳北站，乘坐高鐵直達廈門。去到廈門一定要體驗下閩南文化嘅精髓，我哋會去睇閩南傳奇，沉浸式大型嘅實景 show， 將閩南人遷徙、打拼同埋各種民俗故事一一呈現，場面非常之大，睇完可以更加明白閩南人嘅精神。睇完文化大戲，跟住我哋就會去到全世界首家、全球最大嘅國際馬戲綜合景區00馬戲城。呢度嘅大馬戲係園區嘅王牌項目，非常之精彩。世界各地演員同台表演，無論係特技、魔術、雜技輪番上陣，係一場視覺盛宴。大人細路睇完都話超正啊！當然，00動物世界亦都係一個必不可少嘅景點。呢度一共有26個主題展館，匯集咗上百種500幾隻世界各地嘅動物。主打嘅就係近距離互動，唔係傳統封閉式動物園，模擬動物原生環境，減少咗鐵籠嘅觀感。呢度有大熊貓館、猛獸區、非洲區或者係萌寵互動區，當然仲有飛鳥樂園。住宿方面，我哋直接升級一晚00大酒店，出門就係馬戲城或者係動物世界，非常之方便。成間酒店都係以小動物為主題嘅酒店，非常之值得打卡影相。廈門經典打卡點鼓浪嶼亦都唔會少。鼓浪嶼係因為獨特嘅歷史、文化同自然風光，被譽為海上花園、萬國建築博覽群同埋鋼琴之島。大家齊齊漫步鼓浪嶼，感受海島風情，再去到針錯岸感受海邊漁村嘅氣息，再到中山路步行街感受老城嘅煙火味道。出門旅遊，美食絕對唔可以錯過。呢個行程呢，我哋特別安排咗閩南名菜香氣撲鼻嘅姜母鴨、肥而不濟嘅同安風肉，俾大家可以品嘗到真正嘅閩南特色。如果唔想走馬觀花打卡，又想深度玩轉廈門，想睇大戲、遊景區、食地道閩南菜嘅朋友，呢條線路啱晒你啦！如果大家覺得呢條廈門線路感興趣嘅，或者係想了解詳細行程、出發時間嘅，歡迎評論區留言廈門2個字，我就會將詳細行程發俾你㗎喇。